就從此通過皇家大院長期獲利。係啊，你唔好睇小買官嗰個買賣。第一個信用系統説啊，第二就係話信貸嘅系統。對，還有一個管理嘅方式。係啊，佢管理嘅方式就係揾一個人，嗱呢個人咧，佢跟住你上任去做會計嚇，佢跟住你做院長，你搜刮翻嚟嘅錢咧，所有嘢都經過呢個會計噶嘛，咁啊先就還咗佢嗰筆先，而剩翻啲錢咧先係你呢個院長所做。所以你見到其實銀行體系喺背後運作緊嘅，而且最重要的還是一個信用。你比如說你內地的銀行呢，你現在這麼多銀行，它是拿國家的信用在後面。係啊，對啊。但是說呢，你如果一個私人的銀行，能夠說當時呢兵荒馬亂的年代，某銀行給你寫出的銀票，能夠在很大的一個區域內通行，得到認可，同埋冇造假，佢爆胎啊！能夠辨認到個造假喎。你現在想想，這個難度非常大的事情。係啊，不過言歸正傳啊，演播他做臨時縣的縣長，把皇家大院呢做成了一個旅遊景點，臨時縣因此呢獲益，他就被調往了榆次，升官了那個。但是呢，到榆次剛剛上任就被收3個花圈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撞到嗰啲雪糕筒唔通，撞到水馬，欠咗拆遷，係啦，拆遷令耿彥波咧一夜成名，亦都係令到耿彥波咧係成眾矢之的。同埋翻轉頭，我哋繼續同大家講下今次喺山西嘅萬山事件嚇。被譽為係華夏民居第一宅嘅山西靈石皇家大院，係大陸最大嘅民居古建築群，建築藝術同文化價值都堪稱中華一絕。大陸著名建築學家鄭孝燮曾經大讚皇家大院係國寶、人類之寶、無價之寶。皇家大院一直都係私人住宅，1990年代中期由王氏後人同其他靈石居民居住，直到一字個老婆。但係嗰啲嘢點解撞出嚟碎晒嘅？哇！好似粉咁啊，唔係一大嚿走出嚟喎。如果爆胎爆咗胎，條胎仲行得？我檢查架車有冇事嘅嚟㗎。係咯，你睇下先。我而家翻嚟轉頭又話拉少買呢啲，喂，你去咁，有啲人識聽，有啲人都識聽。喂，咁啊，最後一晚意思其實就係呢個攤叔請你食宵夜。哦，你講呢啲嘢，係啊，你搞亂咗我嘅思緒。最後一晚，咁因為今日咧，時間唔多啦，已經。我望個鐘都就嚟20分啦，因為冇乜所謂，你咪講到1點咯。唔係，所以我想多個快啲請人上入嚟傾偈。唔使傾下偈先，我哋唔好咁快，唔好入嚟啫，唔好入嚟住，唔好入嚟，近翻轉頭，係企咯 ，OK， 係。係啊，即係我話咧，咁啊，即係關於即係呢個時間都係講下我個 show 嗰啲情況啦。咁我咧就話咧，最近咧有嗰陣啦，有嗰陣就係啲好耐，有個幾頁啊，有成，琴日去到6頁啦已經。嗰個你話抄歌詞抄咗幾頁，而家又仲係6頁。抄多咗3頁，咁我成世都係做6頁㗎啦，唔通我做咗主角咩？咁啊係。OK，咁咧我就話咧，即係開始有啲咩景象咧，就係有啲咧好耐冇見嗰啲朋友咧開始揾你啦。哦。係啦，開始揾你啦。係啦。我即係嗱，真係講真，禍不及妻兒，他開 show 唔關我事嘅，你哋買飛唔揾我。其實我有100張俾咗佢，你哋可以揾佢買。如果唔俾你咧，佢同你唔妥嘅。嗱，我都話烏醒目仔嚟㗎啦，你邊度夠佢諗啫？我冇炒飛嘅。係啊，我話好多啲舊朋友打電話嚟，即係有啲係問飛啊，有啲係成。咁啊，今次有一個咧就打電話嚟話：喂，好多人要你個 show 啲飛喎。我話：